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届的英国电影节都有因为参加的国家日本，今年是由要来呈现他们手艺的演出。我们此次所有的参与朋友，我们要给日本的团体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接着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基督洛夫舞蹈团。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印尼的第二支舞蹈团，努桑卡拉舞蹈团。努桑卡拉他们舞蹈团，它是一个市民所做的舞蹈团，他们做的很，他们呈现一方面的义政和搞笑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也排除万难的参加今年的盛会，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他们屹立不摇的勇气。好棒好棒！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，我们给予你的努桑卡拉卡里舞蹈团给他们一个热烈的鼓励的掌声。赞！好棒！意大利的很有。nice to see you。哈哈 ，welcome。welcome。welcome。前面没有拍到了。前面还有像那个壁格车的嘞，它也像。
像蜈蚣阵那种的，哈哈，有创意啊！好，走到哪里去了？哦吼！哦吼！哦吼！要不要绕到哪里去？哦吼吼！哦吼吼！哎呀呀！哦吼！哦，够蛋疼啊的哦。哦，好像那个很有创意，前面好像蜈蚣阵这样快转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哈哈哈！哦，很有创意啊！哦哦哦哦！嘿嘿，剪。哦哦，哈哈，嘿嘿，好哎好哎，晚上7点半开幕典礼，哈哈，要走到哪里去了？走到三民路了，民前路那边去了呢。哦吼哦哦吼，哈哈哈哈哈！开始，那你，嘿嘿，哎，嘿嘿，啊哈，哦，小朋友这么喜欢呢，哎呀，小朋友这么喜欢，嘿嘿嘿，哦，好棒啊，哎，高兴，嘿嘿，嘿嘿，前面开头没有？看看开头，没有拍到，哈哈哈，哦吼，哦吼，嘿嘿，哈哈，哈哈，知道了，啊哈哈，这么早就来就座位了，哈哈哈，哈哈，7点半的开幕典礼，还没有5点就来坐位置了，哈哈哈，哎，啊，哦晚上7点半开幕典礼，你好，开幕典礼7点半吗？哦，谢7点半，嘿嘿，哎呀，哦，那么早就很多人来这边坐了，哈哈哈。没有太几个。